好，我们再看对侧，我们可以再看右侧的摄影机。卫生局赞，卫生所赞，王县长，彰化县政府啦，彰化县政府。好，彰化县政府赞。人口老化的速度是比彰化县平均值还要高，但彰化县100个内底大概有15个较左右哦，是65岁以上，咱溪州乡已经明明要20了哈。那怎么样拢和咱的溪州乡的乡亲，伫咱的在地都有法度受到上好的照顾，这就是咱要来弄这个目标。而且感谢咱公所提供给咱这个遮尔舒适的这个所在，咱伫原地来甲做改建的工作。咱未来除了咱的卫生所会伫遮，那8月初一咱的新的这个公费医生嘛会进驻。过来，咱后边的部分就是包括咱的不老健身房，包括咱的日照中心，包括咱的居家服务，拢会整合在这一栋大楼，提供给咱溪州的乡亲哦，这个上好的这个服务。那除此之外，我们现在也在各个地方在盘点土地哦，希望就是说能够把日照带到社区化，让社区能够就近照顾、就近的普及化，照顾到咱在中辈，互因呢有法度伫遮这个受到上好的健康促进，伫遮学一寡物仔，中昼食饱饱，才搁回去厝里困吼，是甚至有诶，会遮做搁较理想，会使讲延续到下午整天的一个这个日照哦。咱希望讲未来有法度，互咱的这个各个社区、各个村里都有这样的一个服务。那我们一起努力，互咱的中辈在地有法度受到上好的这个安养在地老化，互因呢健康快乐、美好彰化，希望城市大家做伙来拍面。来啦吼，因为这我知影是讲咱所有咱管路吼的一个需要，因为咱这个虚据点吼，因为咱溪州算土地太长嘞吼，所以讲咱这个虚据点的据点吼，一定在包括咱这老人护理的一寡社区活动吼，一定要这个咱这个管卫生局吼，咱甲咱去的这个卫生所吼来使用安尼吼，所以讲希望讲吼会当用到遮的人是较少的吼，但是因为这需要嘛是一定爱做的吼，所以伫遮咱管府甲咱遮议会，咱遮所有长官吼，大家有为这个工作吼，拢咧监督，所以讲相信会当做得上好。及工地人员一切平安，工程顺利圆满，请3拜1拜。再拜，3拜，典礼人员请收香。靠近一步，靠近你的动土区。恭请动土开铲，第1铲开工顺利，第2铲动土平安，第3铲工程圆满成功，里程